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云林县政府提供经费，予华山咖啡大街店家类改造，相关补助到50万。目前已经有几啊经业者改头换面，要赚樱花贵来迎接游客。本来普通的店面经过重新的设计了后，互人有完全无同款的感觉。这是云林县政府为了提升华山咖啡大街特别性，去年开900万的结果。商圈设计这个团队有哦，搁咱感谢咱地方有咱的船长啦，咱的产业理事长，这个意向的门面，我感觉真正无共款，有一个非常特别啦。生意人对着这个成果拢真满意，希望讲会使增加新人客，或者老主顾嘛有全新的感受。最主要是我们腹地里面所有的天然产物哈，包括动植物、昆虫，我们都要在我们形象商圈里面显现出来。经过改造店面，嘛趁樱花季的时，用新的造景来迎接人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